裙、带套袖裹花巾，山林里采茶姑娘的忙碌，透过舞蹈婀娜呈现。采茶歌唱着，采茶姑娘手不停，不怕刺疼扎手心。点演率最高的这一曲《采茶姑娘》是知名舞蹈家周慧丹老师民国68年自创，舞出生活情境，精彩到位。最近还前进拉斯维加斯艺术节的舞台，让客家舞蹈名气大响。我为什么今天能把这个客家舞蹈弄得这么，他们说很传神，也就是我从小的生活写照吧。国高中生年纪的年轻舞者被严格要求，活力中展现细腻。在这个舞台上的呈现，那我们一定要有腰啊，对不对？有方向，看看风景啊，是怎么样的呈现？那个角度，我们会比较要求一点。对，腰高推腰离，好，1、2、3，下，来出去。现在只要有客家舞蹈演出的场合，这个舞蹈团几乎是固定班底。来，预备哦。投入舞蹈30年，周慧丹的热情还在燃烧，紧紧吸引观众目光。我刚刚看太精彩了，真的目不转睛哎！懂拍的理亏，有中医做的客家话来。然后我说我真舍不得离开，老师说喜欢可以常来。常来，对。由周慧丹老师创作的客家舞蹈，将客家文化的呈现融入了新的美。而这几年到海外的演出家贫如潮，也成功的做了国民外交。懂拍的理亏，有中医做的客家话来。懂唔攀得離開，姚中醫做的客家話來。